主计总处公布上新的统计资料显示，疫情了后，奉请做是临时工或者是做兼职的人数已经达到80万6千人，这嘛是4年来新高。这嘛反映咱国的民众对时间较有春秋的工课，也就是对非典型的工作形态接受的意愿有加悬的趋势。 又要到年底旅游旺季，饭店业的人力煞愈来愈晏。观光学者观察到，因为日本观光业恢复比咱搁较紧，欠工也比咱严重，拢来咱台湾找人。有相依能力的柜台人员，甚至伫日本黑饭店实习的大学生，这个毕业都互人请去日本工作。 先不管基层劳工的缺工，事实上在中层，或者是中间的主管，他们其实在日本很强大的一些魅力的情况之下，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诱因哦。那也让台湾非常多的观光产业的人其实是往日本去发展的。除了接待人员互人请去，饭店业房务欠工已经持续超过半年。人力专家观察，除了薪水相对较低以外，目前就业人力嘛较爱自由接案。 毋那饭店，各行各业的人力拢有变非固定雇主的趋势。根据主计处的统计，全台湾非标准就业人数已经来到80.6万人，其中25至44岁青壮族群有23.3万人是非正式上下班的工作，这原来是4年来新高。越来越多年轻人觉得工作呢，其实不一定要完全就是这种比较单调的这种工作环境，他们倾向于比较有多元化的一个工作环境，而且工时比较自由的情况下，甚至他们觉得说多找几份兼差的工作。今年银行业分析，那青壮年因为爱自由，选择工作的形态改变，也有不少雇主利用约聘人力来调节大细柜，这原来是造成非专职工作者逐年升高的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